原本寒暑假期间就是会考上欠的时阵，今年受到 COVID-19 疫情的冲击，关会大众学生佮一直停课延长到后热，加上民众佮唔敢拍照，等于是提早欠会。根据台南关会中心表示，一直到6月18号上午9点的统计，各种会型的平均库存量剩5.2公，算是偏低。所以每3个月拢会固定关254cc 的市场黄尾贴。上午来到延和关会站带头来关，呼吁市民借助医疗救护尽一份心力。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学校都提早停课了，所以学生都回家了。那回家之后，平常暑假、寒假就是比较缺雪的时候，今年等于雪荒提早来到。那但是很多你可以看到台南市那个重大车祸还是有。所以重大的手术，包括生病的，包括意外的，重大的手术还在进行中。所以说，我们用水量并没有减少下来。所以说，我们觉得这部分这样不行。你要说捐血一袋救人一命，大家记得那个上次的太鲁阁号的车祸的时候，就那个时候一大堆人跑去捐血，血捐到捐血中心的血都太多了，到时候可能必须丢弃，所以说这个时候才是真的需要大家挽起袖子捐出热血的时候。我觉得这部分我们应该做的。台南关会中心目前伫嘉南地区设有延和、小东、河尾、甲中山等7个固定的关会点，也有流动式关会车。同时，所有关会场拢做好消毒，并实施实联制甲人员的管控等各项防疫，请民众配合安心关会。台南新闻管及何乔邦采访报道。